伫台东县的山区哦，受袂少台湾高山仔。最近有民众伫旧东河桥看到几啊只白色的高山仔。台东县政府的农业处甲林保署的专家是认为，这白色的高山仔有可能是去挖到皮肤病，所以嘛呼吁民众尽量都唔通挖紧。台东县东河乡登仙桥，定定看到台湾米猴；也那伫旧东河桥的观光景点，也定定看到这寡猴。最近就民众伫咧旧东河桥翕到白色的猴，就是讲是突变白化的现象。不过，当地附近的民众讲是落毛。就是因为猴子掉毛，所以人家看的时候是有白猴这样子。台东县政府甲林保署台东分署接到民众的通报，问专家的意见了，认为这款狗应该是得皮肤病，因为这么验知影是什么病型，所以上好卖伤挖印。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皮肤病染病的关系，造成他们有那个皮肤白化跟脱毛的现象。发生的原因会很多，那包含整个猕猴族群密度的变化，或是它所处环境的压力，或是民众因为喂食的干扰等。县府讲，伫即马台东县即个东河乡有接到民众通报，有少数的狗敢若是得皮肤病，会先观察情形，若病情有拖开，则个再进一步处理。也希望民众唔通摕物件饲狗食，也莫伤挖印，避免去感染胃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